邱小姐唔好客氣。邱小姐，你幾耐翻到嚟香港啊？話俾肥肥聽。哇！啊呢個多，呢個 YY 袋你真係今日能夠見到佢真身，有冇多兩個假意？即刻出個買硬價錢俾你。我諗你呢隻出到去睇最少16,700走唔甩㗎啦。多謝你 Catherine， 今日講到明旺角清貨大行動，今日呢隻 A 級成色嘅，你隨便去 brand do， 隨便去即係所有唔同賣手袋嘅分店，今日俾個超級優惠價你，好唔好？交叉 cat 199 27,300全都拉你，今日唔好喺度幫肥肥買，收你2萬平7,000啊！唔得，2萬係市場價啫。今日我平多9,000蚊俾你，好唔好？交叉 cat 199 11,480蚊，你買到一隻專門店27,300嘅 size， 我夠膽講呢個 size 係最靚最好用嘅一隻 size， 35cm 長，唔大唔細，仲要輕鬆上膊。收到你，7月27到達。今日呢一隻你隨便攞，我諗你總之嗰日要孭一隻裝到，雪雪交叉 cat 199，多謝你雪雪。雪雪呢個我私人，你幫我打埋加層袋，私人跟個層袋俾你，好唔好？雪雪啊呢個多個仔嘛，加層袋呢個，雪雪幫肥肥打埋個加層袋，好唔好？多謝你雪雪。Winnie 有冇拍粉知道呢隻咩嚟嘅？有嘅話幫肥肥打個 YY 加1，我夠膽講呢隻一出，所有人誰與爭鋒 ，OK？ 有冇見過肥肥孭住呢隻？呢隻我夠膽講，你喺二手市場，你見過當你贏啊！真係傳説中嘅。多謝你雪雪，加層袋冇問題。有冇拍粉中意馬仔？有冇拍粉知道呢一隻叫咩袋 ？OK， 呢一隻佢個法文名叫做 Cavalier， 你上網 check 就得㗎啦。邱小姐，肥肥真係傳説中最好人嘅肥肥。總之你幫我哋買嘢嘅，我能夠做到嘅做俾你。Queenie 呢一隻你一定要收藏，我夠膽講你唔係馬仔迷，你買唔到呢一隻。呢一隻係講緊慶爺2.55為你而設呢一隻，你信肥肥？我介紹埋呢一隻等肥肥 sell 爆你好唔好？我最中意嘅其中一隻 flatback，OK？呢隻要花少少時間 sell 嚟㗎。Queenie 呢一隻我夠膽講，你今日花小價錢，你做咗一個叫做咩無人能及嘅舉動。點解咁講 ？YYBack 21年至22年中間生產嘅，而家專門店經已越賣越少㗎啦。佢未官宣話絕版。但係我保證你喺中古市場，你喺專門店，你喺拍賣場買少見少。呢一隻玩嘅係咩呢？佢同 E29 最大嘅分別 ，E29 出咗超過15年，呢一隻未到6年。OK， 呢一個款我夠膽講 ，E29 你玩嘅係一個軟熟慵懶，而呢一隻 YYBack 係玩個造型。OK。佢係硬淨嘅，同時之間好簡單嘅線條。佢個設計馬鞍側邊個側孭袋做出嚟嘅一個線條。點解佢要 YY 袋？因為佢想成個我哋叫做斜面俾大家睇晒啊！呢一個 Wendy 呢隻直頭係 H， 呢隻直頭係馬仔袋嚟㗎。呢一隻見唔見到？H 仔嚟嘅，
SA 閒置級呢一隻，我同寄賣主講咗差唔多1年，佢先攞俾我哋寄賣，今日仲要攞個全世界閒置級，我諗呢一隻你入到去接近4萬蚊嘅行情，知唔知點解我咁中意呢隻袋？因為我哋拍粉有153級。佢呢一個線條，你睇下先，呢個叫做無縫接合嘅車法，你見唔見到？佢係將兩塊皮，你係望唔到一個厚度嘅。講緊咩呢？你孭出嚟如果有凹凸，係咪 Wendy？你朋友一定係馬仔迷先有 ，OK？呢隻唔係馬仔迷，你絕對冇。佢係講求緊佢嗰個統一力。好少有足，冇錯。邱小姐呢一隻真心講，你中古市場極稀有，你專門店唔係嗰個年份，你根本冇得買啊。OK， 佢講求嗰個我哋叫做萬物歸一嘅感覺，即係你講緊成條斜孭帶孭出嚟，唔會有頂起，唔會有唔舒服嘅質感。第二個係咩呢？我哋拍粉有153級嘅，佢專登為咗身高唔高嘅人而設。寫到明1、2、3、4、5個窿間距大概1寸多少少，即係講緊你較到最短可以做一個直身嘅 hobo。你見唔見到乜嘢叫做劃時代嘅線條？我諗馬仔50個款，我計埋你千禧娃娃啦，都冇一個扭曲形狀嘅手袋。今日